总，我们走吧，怕路上堵车。江小宁呢？不知道啊，把票给他之后就没见过他。你没安排他什么事儿吗？没有啊。可能是他不想去，不好意思说，又或者是回家换了件衣服。我们先去吧。给他打电话。医生，我姑姑她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事了。他是由于脑部撞击造成了短暂昏迷，但是还不排除有脑震荡的可能。等我们核磁共振检查出来才能知道结果。她是怎么受伤的？这个我太不太清楚了，是路人打的120急救电话。谢谢医生。没事。喂，麦玲姐。在哪呢？顾总，我还在外面。今天可能不看诊了。对不起啊，顾总。有什么事儿比看诊还重要？没什么，我自己的私事儿。你一直说的梦想和目标呢？顾总，您说的对。对不起啊，可能让您失望了，希望您谅解。交给家属啊，在这签字。好。药费必须得交上了啊，今天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江小宁啊，你在哪呢？江小宁，顾总，麦玲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姑姑出了个小车祸，幸好路人及时送到医院。顾总，对不起啊，我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倒霉，这么好的机会都错过了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人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医生说只需要住几天院。司马林，你去把费用结一下，我让财务转给你。好。不用了，顾总，我才刚入职，你们能来医院我已经很感动了。如果再让你们帮我付医药费，我连觉都睡不着了。这笔钱是公司借给你的，等一切都好了，你还是要回到工作室，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行。每个月的工资都会扣一部分，这个不是公司给你的特殊待遇。这点钱就不用麻烦你了。小宁，我把赵岩送过去照顾奶奶了，姑姑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。那就好。顾总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唐旭，旭哥，这个是我的老板顾总。谢谢你对小宁的照顾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。小宁，我带你去交费吧。放心吧，小宁，我就是想让你没有太多的压力，等你以后挣大钱了再给我。旭哥，我用了你的钱才会有压力的。我已经想好了，顾总，我要还利息吗？不用。这点钱没必要说的像是个救世主吧？旭哥啊，你想多了，顾总人很好的，我一时半会儿凑不到那么多钱，可以先跟公司借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过，如果你以后要离开公司的话，必须把这笔钱补齐，补齐之后才能离开公司。那也就是说，顾总也不能轻易开除我了。谢谢顾总，我去给你打欠条。小宁，你何必呢？感觉他在施舍你。